由台南市各行各业精英人士所组成的农友会，24年来从事社会公益的活动。每年拢有真侪会员加入关怀社会公益。21号暗时，伫会长陈俊旭甲立几位应务会长的号召，举办会员大会，总共是开将近180桌，超过2000位家族会员来与会，包括市长王伟铁、副市长江宁煌，以及国民党甲民进党2位市长提名人谢良介甲陈廷辉，拢到场出席，场面盛大。长期以来，伫阮2个管理之下，甲阮这陈会长，甲阮这顾问，大家努力之下，阮的会员数愈来愈济。另外，当互排到门口啊，阮2间就比外口啊，就是讲咱伫咧所创，咱人愈来愈济，咱做的活动嘛，讲活动嘛愈来愈济，真正非常感谢大家今仔来遮参加。农友家族一年一度，今仔是3月21号，志在一堂，伫这个大香法庭这个餐厅的聚会，而且也是除了感恩之外，也是搁再感恩，因为有恁今仔靠阮爸仔囝，阮爸仔囝绝对做民代到这，唔捌互咱农友会闹去过，绝对是摒弃着百世歹地，永远徛伫人民这一边，这是阮爸仔囝的精神。会长张顺良的查某囝曾子杰，因为要参选这届议员的连任，自诩农友会查某囝的曾子杰嘛表示，伫个无政党背景的学员，希望农友会全体会员会用全力来支持，互伊会用顺利来连任。现场农友会还阁准备冻酸酒来舞祝。因为会员大会当天拄好是创会会长张顺良70岁的生日，农友会嘛特别准备了鸡卵糕，现场来唱生日歌，为创会会长来庆生，展现农友会家族团结的向心力。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。